美國加徵關稅對我哋普通老百姓到底有啲乜嘢影響？我又買炒股，會影響我嘅2、3千蚊嘅工資嘛啦？對於房價又有啲咩影響呢？我好明確同大家講，會呢件事可以講係同我哋每一個人係息息相關嘅。我又買係咩嘅財經博主嚇，唔講咩嗰啲專業嘅經濟學嘅嘢，只係攞大白話同大家講講表面嘅影響。首先，美國加徵關稅最直接嘅影響咧就係老美對我哋中國嘅產品加升咗34%嘅關稅，嗰陣原本嘅咧20%，總共加埋起身咧就去到54%。舉個例子，當生產咗一件商品，咁出廠價咧第100蚊嘅商品，咁賣到美國去咧，如果係零關稅嘅話，我哋賣120蚊上下咧係已經有20蚊賺噶啦。其實咁樣係算雙贏嘅，但美國嘅客戶咧就只需要花120蚊就可以買到平靚正嘅中國商品。但係美國而家要加徵54%嘅關稅，我哋起碼要賣到180蚊上下左右，咁樣先可以有合理嘅利潤。嗱，你諗下，價格貴咧，咁美國客戶咁買嘅人咧自然會少。咁畢竟乜水都賣傻。嗱，中國生產嘅商品好多咧係賣唔出去，咁國內嘅工廠咧就會縮減呢個訂單，就開始裁員減薪。呢個咧就係最表面嘅影響。嗱，至於老美點解要加徵關稅？呢度咧可能就牽涉到一啲咩貿易順差啦、貿易逆差啦呢啲等等呢啲經濟學嘅範疇啦。咁我哋只講對我哋老百姓嘅影響嚇。頭面講嘅咧就係第一點，就係影響我哋嘅就業。中國我哋目前已經係世界工廠，咁製造出口覆蓋嘅咧有中端嘅、高端嘅，甚至低端嘅都有。咁美國加徵關稅，好多時候企業訂單減少，就會可能導致失業人口上升，咁咧就會令到好多人失去咗原來有嘅收入。你亦唔好話覺得，如果講我唔做嗰啲咩進出口貿易嘅公司，咁對你就冇乜影響，因為呢一部分嘅人失業之後，佢一定會去重新揾工作，因為為咗養家糊口。咁揾工作嘅人一多咧，就會出現內卷。譬如講，你而家所做嘅崗位，你嘅平均工資係1萬蚊。但係市面上會出現大量呢個能力可能比你更加強嘅，或者同你同等嘅，咁佢要價錢只需要7000蚊就解決開啦。咁你講，你個老闆會唔會心動呢？第二點就係影響物價，因為我哋對老美嘅進口咁商品咧亦加咗關稅，所以亦要承受好似老美嘅老百姓一樣咁樣嘅代價。當然我哋因為屬於製造業嘅強國，咁進口咧其實未有佢哋咁多。但係部分嘅進口商品，尤其係一啲比如藥類或者科技類嘅產品，價格一定會往上走嘅，呢個係必然嘅。所以未來我哋用同樣嘅錢買到嘅嘢，或者講可供選擇嘅範疇會變縮細咗。第三個就係對房價嘅影響。嗱，呢度咧可能就有少少專業嘅嘢啦，因為唔明白其實都唔重要，只要你知道結論就得啦。咁過去幾十年，我哋嘅房價咧係不斷咁蹭咁往上走。有好大嘅原因咧，係因為我哋大量咁出口換來咗美元，咁央行咧就以美元為謀，發行咗比較多嘅人民幣，講白咗就不斷咁印錢，步步咁推升咗我哋而家資產嘅價格，成咗發展。但係而家嘅出口，如果講出現咗問題，我哋能夠換翻嚟嘅美元變少咗，但係為咗穩住就業產能，咁咧就會需要拉動內需，所以我猜測我哋國家可能會好快會採取一啲降息、降準等等呢啲非常之寬鬆嘅貨幣政策。咁呢樣嘢咧係有利於樓市嘅，但係因為我哋亦加高咗美國嘅關稅，咁咧亦會推升咗進口嘅成本，導致我哋嘅 CPI 咧，亦即係我哋嘅消費指數上升。咁呢個指數上升就會導致製造物價上升。咁麼央行可能就會出現被逼加息，導致我哋嘅房貸利率上升。呢樣嘢咧就會就係房價嘅需求，咁需求變少咗，可能房價就會自然之間就開始下跌，所以未來嘅房價嘅走勢可能會更加複雜。總言之，關稅戰其實係一種戰爭，戰爭一定會有傷亡。那句話怎麼說呢？覆巢之下焉有完卵。我哋能夠諗得到嘅一切後果，我哋國家其實早就已經幫我哋諗好噶啦，都有個佈局應對嘅策略。而我哋普通人咧，其實係冇辦法改變大局嘅。目前要做嘅呢，就係實際揞住自己嘅衫袋。而家嘅市場環境可以講比我哋想象嘅仲要複雜得多，但係咧危機，我相信經過呢次危機，美國一定係走向衰落嘅，我哋中國
係一定要往上找嘅。我非常之慶幸我係中國人。